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上一集提到塔羅占卜嘅客人主要問感情問題之外，其次就係工作或者財運。好多人都想知道未來嘅發展，例如而家份工做得唔開心，可唔可以轉工啊？轉工嘅話咧，新工發展會唔會比而家份工更加好呢？乜嘢時候先可以揾到一份理想嘅工作呢？如果而家喺度面試緊，呢份工會唔會有 offer 啊？好多時候呢啲咧都係客人常問嘅範圍喎，通常我都會盡量去為佢哋解答嘅。好多時候客人係冇諗過，當占卜未來嘅結果唔理想嘅時候，佢哋可以點樣做呢？上一集提及塔羅占卜其實係無法直接改變人或者事，所以如果占卜師只能單純解讀預測結果，咁樣做就要好小心。如果你真係占卜到唔好嘅結果，要諗下點樣避免令對方聽到唔好嘅結果之後，心態變得更為負面。身為專業同有經驗嘅占卜師，一開始最好先同客人傾下偈，了解佢背景嘅情況。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就係想確認一下客人有冇心理準備接受唔好嘅結果。萬一你預計到對方可能會受到好大嘅負面影響，我哋建議將問題改為點樣去改善自己，有機會令結果變得更好。第一，例如轉工，心目中係咪已經有邊啲轉工嘅目標呢？如果冇，通常失敗機會好高，建議問卜者諗清楚先至嚟問。第二，例如面試想升職之前，同問卜者討論一下，準備啲乜嘢會令面試嘅效果更加理想呢？第三，利用其他工具，例如靈擺調頻，改善問卜者嘅情緒同埋能量頻率。塔羅占卜只係一個開始，就好似一條打開身心靈大門嘅鎖匙，雖然唔能夠直接改變事情，但係可以令我哋了解之後，發掘更多嘅可能性，同埋有更多嘅選擇，令我哋可以有更好嘅未來。今集講住咁多，記得追蹤 Manny，下集見。